別係因為非法佔領之後係導致到好多人咧對於嗰個守法嘅道德標準嗰方面咧有所變化咧，導致到大家都覺得樣嘢都可以得啦，冇事啦，冇嘢啦。明明係違規欺凌性嘅行為，唔啱規矩嘅，傷害到人嘅，大家都仲可以當係冇嘢發生過咁嘅咧。我覺得咁樣係只係凸顯咗係咪相關人士嗰個道德標準已經降到好低啦。社會個道德價值嗰度應該係要大家有翻一個標準咯。如果你話見到咁嘅事情發生，我哋都仲覺得可以視若無睹，以後仲有未來 N 咁多屆嘅學生入嚟，咁係咪屆屆啲學生都要俾人咁樣欺凌？今次呢已經係響起咗警號，對於嗰啲搞呢啲嘢嘅學生嚟講呢，社會上要對佢哋有個譴責㗎。如果唔係，第一你繼續助長呢股歪風，第二冇辦法根治到呢個情況，應該係要有啲活動指引啦，或者嚴密啲嘅監察，亦都係有需要。我諗呢治標都要治本嘅，佢哋應該係有正確嘅教育，只有大家有咁嘅正確思想，先可以根治。整一個咁樣嘅事件出嚟，我真係覺得會令到學校嘅名聲會受損咯。所有學生應該從今次呢件事呢睇到玩還玩，但你點樣玩啲乜嘢，你真係要三思。因為咁嘅事情而遭受到法律嘅懲罰，甚至乎你留案底，你問翻你自己，究竟係咪值得呢？呢樣嘢係咪值得要付上咁嘅代價呢？